好，早啊，大家早啊！睇下先啊，恭喜阿 Tam 換到頭炷香啊！早啊，Tam，早啊，港男，早啊，阿棠，早啊，牛角包，大家早啊！大家你知唔知今日有個好嘅消息啊！早啊，了要早啊，就係我今日個消息就係一起身就見到呢個消息，真係好開心㗎啦！就係 Star Force 有 game 啦，Star Force 有 game 啦，你們知道嗎？有啦有啦，來啦來啦，この感じ呀，來るのね。要嚟啦！你做咗代言人啦？唉，唔係，我唔係代言人，但係我冇收錢嘅。但係大家一定要睇，一定要睇嗱！你冇睇，こんにちは、宮本です。你冇睇唔緊要，係啦，我而家就會執你睇，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宮本です。執你睇。先月ザ・スーパーマリオギャラクシームービーを公開して世界中の我哋可以有呢個。等下我刪埋我張宣傳圖先，我一定要俾你睇咗，唔緊要，牛個包睇咗可以睇多次，睇咗可以睇多次，睇咗可以たくさんの睇多方にお次。楽しみいただいています。我想要佢件 T 本当にあり啊！がとうござい我ます。想要佢件 T 啊！この映画にはマリオファミリーとは違うあるキャラクターが登場していますね。呢個係電影版嘅。为什么一个公主要去迎合？哎呀，你可唔可以唔好要國語版？我唔要國語版，我哋飛咗國語一 part 佢。呢個係電影版嘅佢，我係啦，呢個係電影版嘅佢。喂，好 Q！嗱，講真，你問我即係中唔中意 Force 咁 Q 咧？其實咧就一般嘅，一般我會講。係佢幾時俾 Pokemon 風波嘅片俾你啊？你等下啦。你等下啦，係啦，咁啊，你講真，我係一般嘅，真係一般嘅，因為 Force 咧俾我個感覺唔係啲咁 Q 咁可愛，係啦，佢係型嘅，OK，係啦，台灣頻啊嘛，係台灣頻係台灣頻咁樣，但係我就中意睇粵語啊嘛，早啊天藍早啊，係啦，咁啊總之點樣都好啦，我哋飛咗呢段佢啦，我那然而大董，我在银河里。好啦，スターフォックスの主人公フォ我哋ックス・マ飛咗クラウドです。個動畫個電このフォ影ックスと佢，懐かしい3人の仲間たちがスイッチ2のゲームで復活します。誒タイトルは Switch 当然二度要登場スターフォッ啦クスです。啊！我想要佢件 T 啊！好想要佢件 T 啊，有咪？ここからは小泉さんにバトンタッチしましょう。小泉さん。は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小泉です。ここからは私から Star Force 粉講等下，OK，好有說服力。等下ご紹介していきます。早啊，情雪子早啊，スターフォックス好は傳任的。天堂64我諗住ソフト抱一隻算㗎，我スターフォックス抱唔到咁64をベ多隻啊。ースにグラフィックを一新しました。係啦，早係游龍早啊！你啲口水落得地，唔好意思啊，流緊出嚟啊！我唔好意思啊，我合埋個口噶啦，但係我個口穿窿啊，啲口水流晒出嚟，我都冇計嘅。早啊，新年早啊！登場するすべてのキャラクターも新たにデザインしています。それでは早速見ていきましょう。係啦，咁啊，早啊，阿毛，早啊，你 Star Force 啊，好靚啊，畫面靚咗好多啊！佢今次用咗偏寫實嘅嗰一邊嚟做啊，早啊，Hugo 早，Oh my God，好開心啊！我同你哋講，我收到條片，跟住之後我嘈醒咗我老婆，老婆你睇下，嘈啦醒咗我老婆，老婆你睇下，你 Star Force 啊，老婆一齊睇咁樣。依老飲嘅性格，佢依啲 T 嘅周邊會出，但應該係日本，放心，我會買到嘅，我會買到嘅，你放心，我會買到，冇人可以阻止我發傳，我同你哋講，除咗冇錢之外，冇錢都可以阻止我發傳。
日本旅行酒吧，咁又唔使特登去日本旅行，揾朋友去咪得咯。我有朋友成日去日本嘅。Oh my god！睇下架艾英啊！呢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度有個狐狸嘅掌紋喺度，呢個位置，呢度有個細細嘅位置。係呢度有個狐狸嘅掌紋喺度，好 Q 喎！艾英，哇，好真啊，好開心啊，好靚啊！放大啲睇，好，阿童叫我放大啲，好，我今次放大俾你睇。我覺得你好有道理啊！今次我放大俾你睇，有冇見到啊？有個狐狸掌紋喺度，睇下先，再放大啲先。啊！呢度有個狐狸嘅掌紋喺呢度，好 Q 喎，好 Q 啊！你人用 BB 擊落佢，用 B 打，要用 B 啦嘛？咁快就要用 B 彈啦嘛？被摸頭啦！啊，被摸頭，係咪？我縮翻細佢先，縮翻細佢先。哇！我真係放到好大先至可以俾你哋睇到，睇下先。縮翻細佢啊！翻嚟。大気圏に突入した主翼を展開する等，冇字幕隱藏咗。哇！靚咗好多，靚咗好多。G ディフューザーシステム確認各機状況はこちらスリッピー、今んとこバッチリだよ。我同你哋講，我睇到依一個畫面，我已經知發生咩事啊！我睇到依一個畫面咧，我已經喺度嗌緊，我已經尖叫緊，尖叫咩啊？係呢 N64重製版，係 Star Fox 64嘅重製版，我已經嗌緊，我同你哋講。G ディフューザーシステム確認已經各機知啊！係啦，順帶一提，Star Fox 64。Star Fox 64係重製過，如果計埋今次係第4次啦，唔係3次啦，係啦，即係加埋原版，跟住之後就3次，加埋一次係第3次嘅重製版。OK， 呢隻就係 Mario 嗰隻，其實佢哋係唔同嘅宇宙，係啦，但係佢的確係 Mario Galaxy 電影入面嘅嗰一隻 Star Fox 係，嗰隻 Force 係。Star Fox 係Star Fox 係個組織名，係啦 ，Force 咧係佢個名，係啦。システム異常なしだこちらファルコ哇！我想講今集個 Falco 勁型咗勁多，唔知做乜撚嘢，比起其他型咗超多，傻撚咗。我覺得佢型過 Force 添啊！我想講さっさと行くぞ，Falco 勁型黐線。人暴れしてやろうぜ哇！你睇下畫面靚，我一見到呢一度，我見到啲怪嘅出嚟嘅方法同埋即係佢哋嘅排列啊，跟住我要鳩見到係 N64啊，N64嘅時候嘅Star Fox啊，係 Fox 啊咁。重製版啊，原來係重製版啊，咁樣係啦，咁啊有小道消息咧就講咧，除咗出咗重製版之外咧，另外咧係仲有一隻 Star Fox 嘅新 game 係研發緊嘅，係啦，呢個係小道消息。これが本作のゲーム画面。ステージ構成はそのままに、グラフィックを大幅にパワー。老飲係塞自己彩蛋同自己爽嘅嘢係不遺餘力嘅。其實咧，去到 Force 嘅時候咧，老飲咧嗱以呢一個電影嘅訪問嚟講咧，咁咧老飲其實咧係一直都好強烈地唔太希望咧唔同嘅宇宙嘅嘢咧係擺埋一齊嘅，即係唔同嘅 IP 擠埋同一個作品入面，佢哋係唔希望嘅，係啦，唔希望呢件事嘅。但係咧整Galaxy 電影嘅嗰間公司咧，佢其實咧係老飲迷嚟嘅，係啦。咁啊佢咧特別係中意，即係除咗 Mario 之外，佢都好中意 Star Fox 啦，係啦。咁再加埋本身 Fox 嗰個聲優啦，係啦嘅。強烈嘅推動之下咧，最後就勸服咗老飲咧，就放鬆咗口。老飲就話啦，少少都得嘅，係啦。咁啊，呢個少少咧就導致到 Galaxy 入面隻 Force 咧就出現咗啦，係啦咁樣。
早啊 Alex 早啊 Star Force 係簡直係經典係啊，早啊安迪早啊港男早啊少少係少少係啦，呢個少少就導致到咧 Galaxy 入邊隻 Force 咧就出現咗啦咁樣。係啦，咁係啦，咁總之就好保險咁樣講，少少都得嘅咁樣，但係呢個少少就出現咗啦，咁跟住整個少少就出現埋皮克敏啦，即係喺電影入面出現咗皮克敏啦，出現咗Borg啦，出現咗 Force 啦，跟住出現諗下仲有啲咩？仲有啲咩其他作品有出現過咧？諗下先，仲有。總之暫時係呢兩個係最多嘅，寫劇本嗰個都好多私心，係冇錯冇錯，係一套非常適合各位老飲粉絲去 game service，即係你想要 fan service 嘅話，你去睇就對㗎啦，係啦，老飲又俾佢過，咁然後就係啦，咁之前就有講到啦，有講到 Mario 第一集嘅電影咧就出咗，即係出咗電影之後就出咗 Con 啦，係啦，出咗。Donkey Kong 啦，係啦，咁啊，所以咧，當 Galaxy 大家見到 Force 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隱約感受到噶啦，感受到啊 Force 要嚟啦，Force 要嚟啦咁樣。早啊阿 Jo，早啊落飯，早啊，咦我同阿 Jo 講咗早未？我唔記得咗，唔緊要，我講多次早啊阿 Jo，係啦，咁啊。係啦，咁啊，咁我一直 keep 住我有睇小道消息啦，即係 Switch 2 Switch 2出之前咧，係啦，咁其實我已經開始有留意啦，即係大家都知㗎啦，我已經一直喺度講㗎啦。如果咧冇 Force 咧，係啦冇 Star Force 咧，我就自己唔會買機嘅，係啦，咁啊，但係係啦，咁我而家有部 Switch 2咧，就多謝阿毛啦，耶多謝阿毛，我每日拎住部 Switch 2就好感謝阿毛一次，有冇拜祭咁係啦，咁啊，然後就真係俾我等到啦，係啦，真係有思之年，係啦，終於俾本喪屍等到啦，就係 Star Force 嘅新 game，雖然佢係重製版，係啦，但係小道消息咧，我仍然係相信小道消息嘅，小道消息就講咧，仲有另一隻係研發緊嘅。一隻全新嘅 Star Force game 咧係研發緊嘅，咁我係好期待嘅，我係好期待嘅。今日係興奮女王，係啊，我終於等到啦，梗係好興奮咧！睇嚟老飲嬸嗰個都係好多私心，係啦，梗係啦，咁多年咯，我哋等咗幾多年啊？我哋等咗10年啊！即係唔理係咪老飲去做研發，即係因為 Force 呢隻 game 咧。即係除咗64嗰個版本同前期嗰個版本之外咧，其實佢其他版本咧都唔係老飲主要做開發嘅嗰個，即係佢哋冇一個 team 去做 Star Force game 嘅開發嘅嗰個，咁所以佢出咗好多唔同嘅 game，即係老飲就做發行嘅嗰個就比較多少少，係啦，咁佢就冇去處理開發嘅嗰個遊戲嘅嗰一個。嗰一 part 啦，咁啊導致到咧Force Star Force 呢隻 game 咧去到64之後嘅嗰啲遊戲咧有好多咧都唔同嘅，即係佢哋嘅走向啊玩法都唔同啊，或者係甚至有想模仿翻64，然後再做過一啲新嘅故事出嚟啊，但係因為太模仿到太高嘅關係，亦都唔受好評啦，係即係有好多咁樣嘅 case 嘅，係啦，咁然後。我可以講多啲，我覺得呢個時候我應該可以講多少少啦。咁啊可以同大家講啦。咁老飲咧自己咧就有講到一句嘢嘅，就係64之後嘅出嘅 Star Force game 嘅主線咧，其實佢哋都唔當佢係一個正式嘅主線故事，所以咧即係去到後期咧，其實有一集咧就講到 Force 咧，其實佢有條女啦，跟住咧佢有一個結局就係講佢同條女結咗婚啦，生咗小朋友嘅，係啦，咁啊呢一條女咧係啦，其實亦都不被當係老飲承認嘅 Star Force 嘅主線入面嘅。係啦，唔承認嘅，係啦，雖然佢好靚女，雖然佢好靚女，係啦，咁樣，係啦，咁啊佢一陣間咧，呢條片咧亦都會再講一啲更加多，我諗我可以喺隔離即係做一少少旁述，同埋大家會聽到我發廚啦嚇。係啦，咁佢有講到咧，呢隻 game 嘅關卡構成係不變嘅，所以佢係同64係一樣嘅。キャラクター同士の掛け合いも健在です。敵機が後ろにいるぞ。好靚啊畫面！でも今は手が離せないよ。勁撚抽串啫，做隻青蛙本身已經好撚煩，而家仲勁抽串，好好笑。力を貸してくれ。やあ召喚
ずいぶん慌ててるな。実はこっちもちょうど手が空いたところで。雇われゆうべ我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呢個唔係啲咩 game 小道消息啦，呢一個係我同阿妻今朝嘅發生嘅事。阿妻見到 Force 咧，佢見到呢一張 Force 咧，咁佢就話：哇，佢好縮啊，大叔個縮啊！笑死係啦，哇好縮啊，我覺得好笑咯，我想 share 俾你哋聽。你哋平行世界關我錄音咩事？係啦，冇錯，牛角包佢啦。其實佢做訪問嗰時就講得好俾面咁樣啦，係啦。但係即係實際上其實佢就咁諗咯，我覺得佢係咁諗嘅。期待スターフォックスのリーダーフォックスマ唔クラウド夠年輕係好縮啊！前期直ちに出撃準備だ。アンドルフに奪われた惑星たちを残らず取り戻してやろう。俺はフォックスのライ好バル靚啊啲にしてチーム畫のエースパイロッ面，トファルコ・ランバルディね。俺たちがそこ不過好靚仔啊，傻撚咗，唔夠年輕係啊，睇落唔夠年輕メテオ啊！の奥から謎のエネルギーを検知した才能は哇！隻青蛙個樣真係好似阿童所講，隻青蛙個樣係啊，呢個樣好似好熬濕咁啊！特別呢個表情啊，做乜鬼嘢？早啊，空心早啊！電影個樣年輕好多，一嚟畫風啦，二嚟電影嗰陣時嘅佢真係可愛好多啦。但係你要我講咧，我係即係其實我初初見到電影嘅時候咧，特別係睇預告，淨係純粹睇預告片嘅時候，我係覺得佢有少少 OOC 就係 out of character，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覺得嗰個角色有少少唔似嗰個角色啊，係啦，好似出咗戲咁樣啦，覺得心諗做乜鬼嘢一隻 Force 咁樣，係啦，即係然後亦都有好多即係忠實嘅 Star Force 嘅粉絲咧，佢有講過咧，就係其實佢哋唔係太中意電影裡面嘅嗰隻粉絲，係啦。但 Force 應該係佬嚟嘅，Force 嗰陣時好似廿零歲，咁廿零歲叫唔叫佬啊？佬唔係應該係30尾40開始叫佬嘅咩？係啦，個性格好似有唔同，係啦，個性格都有啲唔同啦。即係其實如果你哋即係有接觸 Force 咧，有接觸 Star Force 嘅話咧，一開始有接觸 Star Force 嘅話，其實會發現咧，佢其中電影裡面最 OC 嗰一點就係佢拎咗隻青蛙嚟講，我覺得啦，呢個係我覺得啦，喂早啊，係啦，我覺得啦，咁。佢拎隻青蛙嚟講，佢有一幕咧喺個電影裏面有一幕就係話啦，邊個叫揾咗隻青蛙嚟做系統研發咁樣，即係類似講咗啲咁樣嘅説話啦咁樣。但係如果你有玩之前嘅嗰啲代數咧，其實咧你就會覺得呢句説話其實係怪怪地嘅，係啦。咁亦都有唔少嘅粉絲係真係有提到過嘅，呢句説話有啲怪怪地，係啦，但係好笑。因為太好笑就算啦，係啦，我哋或者大家嘅諗法都係咁，因為太好笑就算啦。邊個掉錢俾我？有人訂閱喎，呢個係有人訂閱嚟嘅，應該係有人掉錢俾我。係工程師，係揾咗隻青蛙做工程師咁樣，係啦，呢一句係最 OC 嘅，我覺得係啦，但係好笑就算啦。係啦，同埋，因為真係等咗太多年啦，等咗10年，係啦，人生有幾多個10年咧？係咪咁樣等咗10年咁，然後就獲得咗喺電影入面見到 Force 就已經好滿足，係我哋個感覺係咁樣，我哋個感受係咁，即係對比起喺羅傑塔嘅嗰啲粉絲嚟講，就係講點解 Force 會搶晒點解Force 會搶晒羅傑塔嘅戲份咁樣，係啦，我哋嘅感覺就係。多謝哈哈童嘅率先訂閱，今次阿童訂閱，佢有公告，喺個窗嗰度有公告，你收埋唔到啊你，笑死，係啊你收埋唔到，你好有名，好笑，笑死，你收埋唔到，你想收埋都冇用啊！我同你講佢公告啊，笑死。係啦，咁即係對比起羅傑塔嘅嗰啲粉絲就不停喺度屌鳩 Force 搶晒戲份咧，我哋就只係哇 Force 出嚟我好開心啊，係啦 Force 出嚟真係好開心啊，十咗啲咩就純粹就十咯，就純粹十咯，係啦純粹十咯，係啦，咁所以但係你問我自己中唔中意電影嗰個，我都係覺得佢有少少 OOC，但係開心嘅，係啦，即係我有為咗 Force 所以再入去再刷過，我係有嘅。
好啦，我哋繼續啦。メカニック担当スリッピートード。すっげえあんなワープゾーンはオイラも初めて通ったよ。視界もぐにゃって歪んでたよね。見た？カタリナの基地はいわばコーネリア軍の前線戦術分析が得意なベテランパイロットペッピーヘア。Pippi 啊，Pippi 老啦，真確実にやり遂係。げよう。對比起對你講叔咧，即係 Pippi 係卅中定唔知卅尾啦，喺 Force 嘅嗰個時間點度，係啦，佢啊真係老啦，係啦，佢真係老啊。咩啊？跟住反正都冇咩時間講佢哋兩姊妹 OK 啦，有時間不如講下副班。又真喎、牛角包，我同意喎、我同意喎。Sleepy 好眼瞓，好眼瞓係咪？好煩。これに尽きる。ライラット系の運命は彼らスターフォックスの手にかかっている。好靚啊啲畫面。フォックスたちが乗り込むのは阿英超高性能全領域戦幾格闘機機阿アーウィン。基本の攻撃はレーザー、チャージショットも可能。広範囲を攻撃できるボム。係啦，咁啊，我玩過64版本俾你大家睇啦，所以其實大家應該可能有啲認知。如果你之前有睇台寶都唔緊要，佢有介紹。寶都唔緊要，佢有介紹。敵の攻撃を弾いたり宙返り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アーウィン以外にも係啦，咁啊64啦嘅版本啦，即係除咗亞英之外咧，另外出咗陸戰之王啦，即係依一架類似好似坦克咁樣嘅，我唔知應該點叫佢嘅地對空嘅戰車啦。自動地対空戦車ラ係啦ンドマスタ，咁ー。另外咧就仲有潛水艇嘅。係啦，依一格就係潛艇啦。依兩格嘢咧，依兩格嘢都係 Sleepy 去做嘅，即係嗰隻青蛙，都係嗰隻青蛙去設計嘅，我覺得係。跟住有時間呢個睇咗啦，跟住都係嗰個翻滾好笑，可能新作係講年輕嗰時剛組好 Star Force 嘅時候，我唔知啊，我好期待，但係我唔知道喎。我唔知道，你講嘅新作係即係唔係重製，即係唔係呢一隻嘅重製啊嘛？你係再講即係再新嘅 game 啊？係咪啊？做係我唔知，我未知嘅句嘢都好出圈條，咁就貼合到電影個設定。電影其實有咩設定啊？就係講佢做咗再新嗰隻，如果真係有嘅話，唔知未知，我就係知有研發緊，但係我唔知佢講乜嘢，我唔知佢講乜嘢，係啦，咁啊，但係無論佢個古仔係點樣都好，我都會想玩嘅，我都會想玩啊，係啦，6月25號會有台 ，OK。改造探査潜水艦名架，好撚你，我要打機喎。別の機体を操縦することも。ライラット系の平和を守るため仲間と共に敵の本拠地を目指すストーリーモードではさまざまな星々を巡る。係啦，咁好似64咁樣啦，佢都係你唔同嘅攻略方法或者唔同嘅過關方法啦，就有唔同嘅故事線地嘅。表のほとんどが雪と氷に覆われた極寒の惑星。係啦，佢而家就講緊64裏面嗰啲 game。嗰啲關卡，唔同嘅星仔嘅樣。資源採掘による環境破壞で荒廃した海洋好惑星。靚咯，好靚咯，係真係 Switch 2，即係真係要上到 Switch 2先至 show 到呢一啲畫面出嚟。星雲の內部など宇宙空間も含めたさまざまなステージが待ち受ける。成個04。自由自在に飛び回るオールレンジモード。佢係重製，佢真係重製，佢真係重ボ製。スエネミーとの対決など多好彩靚な啊！精緻咗勁多傻人咗。係啦，任務成唔成功咧，咁佢都係會有ステージでの唔同嘅ミッション結局啦。達成や敵機の撃墜数などプレイ内容によって進むルートが変化していく。一
一度クリアしたステージでも再度プレイすることで新たな道が開けることも。本当にこっちで合ってるんだろうな。今回はファルコの勘を信じるとしよう。また今作は新規ムービーシーンを大幅に追加。ステージ間のブリーフィングなどこれまで見ることのなかったシーンが追加され。係啦，咁啊講下啦，依一個部分其實 N64嘅時候，即係就算佢 Starfall 64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冇特別咁講其實個古仔係乜嘢嘅，係啦，就係、你純粹入咗去啦，跟住之後咧就大概有段字啦，咁啊即係大概複述翻佢上一集講緊啲乜嘢啦，跟住複述完啦咁樣，跟住然後就係咯，複述完，跟住然後就大概然後你就玩啦，跟住就不停咁同個將軍講嘢啦，講嘢，然後入去新嘅關卡，入去新嘅關卡度，入去新嘅關卡啦咁樣。咁佢有好多嘢其實都冇講到啦，即係佢哋喺戰機上邊做緊嘅嘢啊，或者係佢哋平時做緊啲乜嘢啊，或者佢哋平時嘅交流係點樣，其實佢冇講嘅。係啦，咁呢一集咧即係就算係 3DS 嘅嗰個重製版度咧，其實佢都冇大講嘅，就因為重製版即係 3DS 嘅時候佢都有重製過一次。係啦，咁嗰陣時係真係純重製版咧，其實佢都冇大講啲乜嘢咧，係啦。但係呢一集咧，佢就有講到咧，佢有加咗好多新嘅動畫嘅補完晒成個古仔啦，就即係佢有講呢一樣嘢啦。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吸引我去玩嘅點啦，即係吸引我呢個老粉絲去玩嘅點啊，係。因為設定係傭兵，但係佢哋可以4個喺架機上面可以有嘢做噶嘛，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啊？係啦，我睇翻你哋講緊啲咩先，可惜聽唔到高清版了。聽唔到高清版，你講已經釘咗蓋嘅嗰兩個配音啊，係啊，隻狼都釘咗蓋咯，外國個配音。晚餐嘅係咁噶啦，都係嗰句啦。就算係 Mario Maker， 如果有副包 J 咁嘅關，一定俾人鬧死。但係唔係啊，係有噶，都有人去挑戰噶喎。其實你嗰啲關卡，我覺得都有人挑戰喎。然後佢哋過到關，咪大家眼都凸埋咯。我係啦，即係見到啲人咧過埋嗰啲好奇妙嘅唔應該出現嘅 Mario 關卡嘅時候咧，係啦，每一次見到人哋去講佢點樣過嗰個關嘅時候，佢一見到佢過到咧，係啦，我就係、Mario Galaxy 電影入面嗰隻富巴 Junior 同富巴嘅嗰個樣咯，係啦，眼都突撚埋咁樣，O 撚晒嘴咁樣 ，what the fuck 咁樣，what the fuck 咁樣，嗰日定為公眾假期，感覺一定會塞啲隱藏關入去，唔知會唔會有新嘅關卡咧？我都好想有新嘅關卡，但係如果即係因為佢係重製，佢即使只有重製，我都會好開心嘅。其實係啦，宇宙合平啊，又真喎。女王唔老，永遠18歲。所以我20零歲。跟住第一代嘅Peppy 配音 Rick 美係啊，已經掟咗佢啦。我唔知點讀啊！我到而家都唔知點讀，我咪認真睇。柚子早早啊！恭喜新嘅 Starfall， 耶！佢唔算新，佢係重製，佢唔算新，係啦。我希望有新嘅，係啦。我希望有真係新作嘅，但係重製我都好開心。Barrel roll， 喂，俾我讀啦。barrel roll， barrel roll， 唔係好識讀，唔識讀佢呢個音。barrel roll， 唔係喎，係 barrel，口已經扣撚住咗啦。barrel roll 係咪咁讀啊？最原始嘅遊戲玩係重點，而家嘅遊戲點都要有劇情豐富遊戲體驗，仲可以出周邊賣。真啊！即係唔係你要我講嘅話，64嗰陣時就係、即係純粹係一個好好嘅遊戲體驗，所以玩得好開心。即係而家都玩得好開心啦。但係即係我覺得路人又做得啱嘅，即係佢要再出呢一個嘅重製嘅話，劇情就係佢應該要補完嘅嘢咯。如果唔係佢出嚟做乜啫？講真嗰句，即係重新玩過嚟，畫面靚啲咁，我覺得個意義就冇咁大咯。睇情況啦，近期老任都復活啲舊 IP，
舊 IP 唔係小道消，我相信小道消息，我仍然係相信小道消息，唔係佢講嘅唔啱味，唔緊要啦，唔緊要。世界観をより深く味わうことができる。前期報告調子はどうだ。難易度はイージー、ノーマル、エキスパートの係啦，佢仲有難度揀啦。咁咧，其實咧64個版本，我有啲嘢係即係因為要其實全部星球都拎晒章咧，其實係有個更加難嘅版本去玩嘅，但係我未試過全部星球都拎晒章。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冇玩過難嘅版本嘅，即係冇玩過超級專家嘅版本。体力ゲージが多く、レーザーが常にパワーアップした狀態なので、片俾埋你得閒可以睇初心者の方にもおすすめ。係唔係一中招就死？唔知咧。一度クリアしたステージから啊！我就係知佢專家模咧，咁佢要完成一啲任務嘅成就，即係佢個難度會增加，即係譬如你要擊倒嘅數量會增加，一啲你有一定要打敗嘅敵人咁樣，我就係知有呢好きなステージ啲。を選んでプレイできる。嗱，咁佢同埋佢有呢一個，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 update，即係對我嚟講。係啦，佢可以唔使你重新成條線重新玩過，然後你可以淨係揀嗰個星球嚟玩，我好中意呢一個，我好中意呢個，我唔想好似個傻仔咁樣，由頭開始，然後慢慢刷到去尾咁樣，好似你冇咗瞄準格仔，冇咗瞄準格仔，哦，係咪㗎？我唔知啊，希望到時就知唔緊要。ストーリーモードとは一味違った挑戰同故事模式唔一樣嘅特殊遊玩模式。柱の後ろの艦隊だ。このまま一気に突破するぞ。ノーマルとエキスパートの2つの難易度をご用意。係啦，咁佢有講難度啦，バトルモードは跟住有對戰模式啦，咁啊講下啦，64嘅因為64嗱 Switch 2出嗰時咧，其實佢有講到一件事嘅，呢樣嘢係我深信咧，即係雖然我相信小道消息啦，但係亦都係另一個我深信點解 Star Force 會喺 Switch 2度出翻嚟嘅原因，就係老任就講咗Switch 2佢希望可以拎翻。N64嘅時候嘅嗰個開發嘅嗰個精神喺入面，係啦，所以點解個手掣上邊有個 C 掣，多咗個 C 掣，係啦，咁啊 N64嗰時咧，呢一部機咧，係啦，佢最主要嘅，我覺得最主要嘅作用就係俾一個人可以有好多隻 game， 唔係應該話幾個人可以係用同一部機去玩。可以去一齊打機啊！係啦，即係佢哋講求嗰個同朋友一齊玩嘅嗰個溝通啊，係啦，咁啊，所以咧喺 Star Force 64嘅時候都其實已經有 Battle Mode 㗎啦，係啦，嗰陣時咧但係嗰陣時即係礙於嗰陣時嘅科技發展關係咧 ，N64 嗰部機得4個手掣嘅啫，所以咧就係4個人啦。即係好似同隊咁樣咧，就係互相互片對方咁樣。我唔知大家明唔明我想講咩？總之就互片對方咁樣，係啦。咁我自己其實就好少玩個 Battle Mode 嘅，係啦。我中意玩故事冇多少少，即係講真嗰句。咁啊，但係即係而家科技發展啦，所謂嘅咁啊，有埋上網啦咁樣。咁佢有4v4咧，呢件事我覺得好合情合理，係啦，亦都應該係必要嘅。雖然我唔太肯定到底玩起嚟會唔會好玩，係我唔太肯定啊。直接攻擊駕駛員，係直接攻擊駕駛員，冇錯，冇情講，直接攻擊駕駛員，連彈跳都唔俾你做，笑死！專家中一槍就爆引擎，寫實直接唔存在，因為現實冇呢啲戰機。跟住 OK， 咁大家一齊買 game 玩，唔知好唔好玩，講真，我唔知啊。跟住睇下先 ，N64 有4個位，係4個位冇錯。嘿，大香蕉早啊，大香蕉。有個師仔應該係特登為你而整，阿唐，你做乜今日咁可愛4対4のチーム戦。係啦，咁同埋玩嘅方式都有唔同啦。順帶一提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就係咧，敵人呢一邊嘅 design 好靚，
係啦，不過講真，望到隻豬同埋望到隻猿人嘅時候，真係覺得佢似豬八戒同埋似悟空，似孫悟空。阿車就話好想幫最尾嗰個咧，幫最尾唔好意思，屌跳咗出去添，係啦，好想幫最尾嘅呢一隻咧加翻個頭箍落去，我笑撚死我，係啦，係真係，我覺得佢個敵人嗰邊個 design 係真係一個 big upgrade， 係我覺得佢係一個 big upgrade。ミッション達成や撃破數によって合計ポイントを競い合う。女王會唔會同阿妻雙人同學？應該會嘅。我係啦，應該會。陣間佢會講到嘅，我再講到時候。相手チームを撃破知唔しながら知咩？指定されたサテライトタワーのエリアの制圧を目指すコーネリア。噔噔噔噔噔。係啦，佢純粹任務都有3種任務，我覺得呢個幾有趣。落ちてくる隕石をかわしながらより多くのエナジークリスタルの回収を目指すティチナ。擊落。スペースパイレー咁ツか埋ら貨物を Tina 阿葉奪い4個互換への輸送玩，を目指すセ咁クタ埋ーワイ Tina 阿葉4個玩，可能有少少難度。オンラインで集まったフレンド同士でプライベートマッチを開い我唔，たり因為我有少少唔點講呢，總之有啲原因，所以我會答你呢一樣嘢有啲難度。一人で世界中のプレイヤーとマッチングしたりさまざまなスタイルでチーム戦に挑める。さらにお裾分け通信を使えば1本のソフトで近くの人と係啦，咁啊，你可以講下啦，佢有遊戲分享係啦，一個軟體可以同附近嘅人最多4人同樂啦。但係我喺 Pocopia 咧有用過一個遊戲分享嘅 function， 係我有喺 Pocopia 用過呢個 function 咧，我嘅感覺係畫面都幾差。我嘅感覺係畫面都幾差，希望佢會保留高速自轉可以擋，佢有保留高速自轉可以擋子彈，佢有 Alex 佢有啊，係佢有啊，咁啊喺呢度宙返り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で敵の攻撃呢個を弾いたり係啦呢度宙，OK，返りすることも呢度できる。有個。プライベートマッチを開いたり一人で世界中のプレイヤーとマッチングし係たり啦，咁可以上さま網上ざまなスタイ線上ルで玩啦咁チーム樣。戦に挑める。さらにお裾分け通信を使えば但係話雖如此，我雖然好中意隻 game 咧，其實我唔覺得自己玩得好啊，講明先。1本のソフトで近くの人と最大4人まで楽しめる。ゲームチャットのお裾分け通信では離れた人とも一緒にプレイ可能。片方の滑鼠毛ジョイコン2をマウス呢個有趣，我覺得呢個有趣。マウス操作が可能。我見到呢一個毛我就即刻望住我老婆，我哋應該可以玩，我哋應該可以一齊玩。ジョイコン2を係啦，佢話一個咧拎咁樣打橫拎住，一個咧就用mouse mode嚟做射擊，一個駕駛一個射擊咁樣。係啦，即係嗰陣時我真係我今朝同阿七一齊睇嘅時候，我就望住佢，我哋可以一齊玩呢個咁樣。係啦，跟住但係咧跟住我即係除此之外咧，我另外諗嘅係，如果同天南一齊玩呢一個，應該都幾搞笑嘅，一定會瘋狂撞機。會瘋狂撞機，瘋狂咁樣俾佢嗱，仲要叫佢做駕駛嗰個，我做射擊嗰個，我就係唔駕駛，我淨係射擊。係啦，我俾你哋恥笑下佢，應該會好好笑。中風模式。你有咩 game 係玩得唔好？我覺得我有好多 game 都玩得唔係咁好喎。你買個 game 俾佢。唔係佢呢一個 function 係要同一部機用噶嘛，你買部機俾佢都冇用噶。你明我想講咩啊？即係呢一個 function 係同一部機兩個人兩隻手仔一齊咁樣去用先至玩到噶嘛。係啊，但係我真係又見到我瞬間我有諗起呢件事，我即刻個腦係諗起 It Take Two 嗰時咧，一直叫 Tina 揸飛機嘅嗰啲畫面咧，係啦，即係一聽到佢聽到我就覺得。完全係嗰陣時嗰啲中風嘅回憶出現咗啊！就係嗰啲哇，點解我幾時撞咗落去㗎？我唔知嘅咁啊，點解我會撞咗㗎？我唔知嘅嗰啲咧。分けすれば
パイロット役とシューター役を分担して2人で協力プレイすることも。この谷を抜ければコーネリアの都市だ。好き放題荒らしやがって。咁你同佢玩，除非坐埋喺佢隔離。到時候即係如果真係揾佢玩，我梗係坐喺佢隔離啦。依個係其中一個爭議點嚟嘅，呢隻貓係其中一個爭議點嚟嘅。呢隻貓咧喺64版本嘅時候咧，佢好靚女嘅，係啊。但係呢一個版本咧，就大家就話，點解呢隻貓個樣好似變咗奸角咁？奸角咁啊！呢一隻貓貓係啦，話佢變咗好似奸角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要我講嘅話咧，其實咁多代以嚟咧，喺 Star Force 呢隻 game 入面嘅女角色咧，係啦，佢哋個樣都好相似嘅，即係佢哋除咗配色唔似之外，其他都好相似，係啦，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個樣好似餅印咁樣，係啊。你話 Hugo 係啊，你話 Hugo 係啱先嗰個版本，即係除非你坐喺佢隔離，係啊，如果唔係，係啊，咁係啦，咁然後就即係所以有啲人就話，雖然佢冇咁靚女啦，所謂嘅冇咁靚女啦，但係即係佢有翻個獨特性喺度咯，即係呢隻貓，呢一隻貓。待ち伏せか撃ち落とすぞ。もうついてくんなよ。みんな準備はいいか。ベノムの区域に突入する。呢一句説話，呢一個畫面就係打大佬嘅，即係打最後嗰關嘅嗰個畫面。我一見到我就忍唔住要講，係啊。いかがでしたか？ご覧いただいたように、今回はフォックスたちをより動物らしくしてみました。將 Fox 設計得更加真實啦，今次係。Nintendo Switch 2専用ソフトとして生まれ変わったスターフォックスは6月25日に発売します。好啦，值得一提嘅係咧，呢個 logo 咧係同佢初代係一樣嘅。ところでこのソフトではなりきりフィルターといって係啦，同埋咧呢一代有 Star Force 係有扮裝女嘅所謂嘅，係啦。どうですか？我覺得我可以捨棄我個 3D 帽，到時候我咪可以捨棄個 3D 帽，直接用佢，我成為 Force 啊各位3D checking 我一見到咩啊 3D checking 你有啲咁樣嘅嘢我直接寫我個帽，係有個企業細都有 share 呢件事，佢就話咩啊？你同我講佢有個 fucking 3D checking 已經可以使用嘅，已經咁靚嘅 3D checking，what the fuck 咁樣，好好笑，係啊！我係咪可以掉咗我個帽啦？咁樣我笑件事勁好笑啊！你講到。跟住咩 fucking 3D 係fucking 3D tracking 咁樣喺度講，好笑㗎。跟住應該要整個駕駛艙女王坐上去，好貴哦！我最近咧有即係我最近開始有留意高達呢樣嘢。你一講到駕駛艙啦，我真係唔知我之後會唔會直接跌落高達嘅坑入面。我最近好想出本我最近好想出本嗰本係哈薩維同 Kiki 嘅本。我想出佢哋兩個嘅 R18本，我唔知做乜鬼嘢跌撚咗落個坑入面，係啦咁啊！但係我未做呢件事，我仲好保持清醒嘅，暫時係啊。跟住無啦啦睇高達嘅，因為俾人拉咗去睇閃光的哈薩維，係啦，跟住哇好好睇，我都覺得好好睇。我冇留意開高達，我都覺得呢套嘢好好睇。有冇人覺得右邊嗰隻好似一個人，但係醒唔起係邊個？好似一個人醒唔起邊個？呢個右邊嗰隻我唔知喎，邊個啊？係啊，跟住哇！我見到呢一個，我覺得好好笑。為咗容易理解
顔の向きだけではなく連動嘅效果畫面已進行左右反轉處理。為咗做狐狸可以去到幾出？點撚都係出兩個高達嘅本，兩個高達嘅本，好瞬き煩。や眉の動きも反映できるんですね。但我真係好想睇黑澤同 Kiki 打炮，屌！你睇下幾仔細做得，你睇下眉毛呢啲係好貴嘅，好貴嘅3D 出境先做到嘅嘢啊！我想講，佢係表情，即係要我講我哋自己去研究3D 嘅時候，即係講緊個模係真係要做得好仔細先至會做到呢一啲效果咯。佢係有價錢嘅嗰一種嚟嘅，唔係 Vivo 嘅，總之唔係我呢種。其實我呢種唔係好跟到嘅，即係譬如我而家個表情，你見佢好似成日有少少嬲嬲地咁樣，其實我唔係嬲嬲地嘅，但係就唔知點解佢成日都 check 到我嬲嬲地。唔知點解就成個 check 到我嬲嬲地咁嘅樣噶嘛，係啦。咁當然戚眉係做到嘅，我而家戚緊眉，戚眉係有做到嘅，咁單眼都做到嘅，係啦，單眼都做到嘅，係啦。但係你要嘟嘴咧係難嘅，嘟嘴係難。係啊，係咪因為你真人都係咁西面啊？可能係啦，唉，一定係啦，唉，成日都西大家面，唔好意思啊，唉，真係，唉，好撚西啊我咩啊？平時都喺度生氣嘅女巫，唔係啊，係你哋成日以為我嬲，我冇啊，我冇嬲啊，哎呀，係啦，好似カメラをお持ち嘟嘴啊嘛。の方はぜひ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係啦，有攝影機嘅玩家成日試下，但係我想講我仲未買攝影機。我未買貨部 Switch 2嘅攝影機，我未，其實我都唔肯定我會買，講真嗰句，因為冇位，一嚟冇位，係啦。但係呢嚿嘢係有吸引到我嘅，好彩睇唔到真樣啫。有時你都唔明老任將啲錢投資喺邊度嘅，我覺得呢樣嘢好有趣。唔係，但係講真嗰句，你要我講呢，其實佢喺隻 game 入面已經做咗一個好指嘅3D，因為你要做一個3D 嘅動畫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好多嘢其實已經係你個 3D 個模咧，其實已經做咗，係啊，你個模其實已經係即係你個模已經做好咗喺度，爭咗你要唔要 checking 咯，係啦。咁而家科技好發達啦，咁樣就你要咁樣 AI 嗰度做個 checking 咁樣，即係其實呢一種。純粹有個鏡頭，跟住之後你乜嘢都唔使，但係就可以 check 到你咧。其實有少少 AI 成分，我唔可以同大家講係有少少，即係點樣都有啲 AI 成分喺入面嘅。我相信啦，係啦。同埋根據我所知都係啦，OK，係啦。咁啊，所以你要我講嘅話，即係既然個模都做咗喺度啦，點解唔用咧？咁樣其實呢一個唔算係額外投資咯，即係你要我講嘅話。呢一個 function 係啦，不過佢咁樣整咗出嚟，咁就當然係要研究一下，即係佢做 check 嘅時候要點樣做啦，點樣額外可以拎出嚟用啦咁樣咯，就好似拎嚟做物理模擬器嘅王國之淚，物理模擬器，喂呢啲嘢買咗就會有搬咗屋先再諗，等我搬咗屋先再諗。ゲームを遊んでいるフレンドからもなりきりフィルターを使ったフォックスたちの顔が見えます。そして本作は哇！呢個真係老飲好懂啊！一定加翻個 N64嘅控制器支援俾佢，好懂啊！這個很懂各位。唔想買食人花，我想要 Mario 64嘅嗰嚿雲咯，即係嗰個我成日喺度屌鳩佢，你識唔識揸機嗰嚿雲啊？嗰隻龜啊！我想要嗰一個鏡頭啊！我想要嗰一個鏡頭，幾時整啊？我想要搬大屋，唔係搬細嘅，sorry，應該係搬細嘅。據我所知，即係如果要搬，即係以而家嘅財力咧，應該我同阿妻一齊搬咧，就大家都要掉一半嘢咯，即係自己有幾多嘢，我哋要掉一半嘅嘢咯。係啊，所以要再諗，要再諗。プレイしていた方は当時の捜査官でも遊べます。スターフォックス係啦，嗱，呢一個咧，呢一個值得提嘅呢個係啦。咁啊，你哋見到咧，而家呢一個左下角呢一個咧就係 Star Force
第一次出現嘅畫面啊。係啦，佢就係佢個封面就係咁樣咧。其實見咧嗰陣時係好寫實嘅，咁樣嘅樣好寫實嘅。係啦，並唔係大家見到 Mario Galaxy 嘅嗰一種感覺嘅，所以同埋你見到個 logo 咧，係啦，今次呢個重製版個 logo 咧係直接用翻呢一個 logo 嚟做，我覺得好明佢想做啲乜嘢，呢件事好好。係啊，嗰隻攝影龜、攝影師係攝影師、攝影龜，但係玩 Mario 嗰陣成日正想搶救雲走。因為你去到 2D 嘅時候就 2D 嘅時候佢係敵對噶嘛，佢係會揾啲嘢掉死你噶嘛，係咪？但係喺唔知點解喺64嗰時佢就係你嘅友方咯。但係我覺得其實佢都玩鳩你咯，佢都唔識揸機嘅屌。你揾隻即係要用 Force 咧喺電影版裏面嗰個語調講啊，最衰都係揾咗隻龜嚟做攝影師啦咁樣。真係要用翻嗰個語調咁樣去講翻呢件事，我覺得係好 make sense。シリーズはスーパーファ係啦，ミコン嗰陣時係咁樣嘅畫面嚟嘅。から任天堂の 3D シューティングゲームの係啦，跟住64就開始真係做咗咁樣嘅 3D 畫面啦。係啦，咁啊嗰陣時咧，佢另外出咗一嚿嘢咧，依嚿嘢係放插落個控制器度咧，等個控制識震㗎。但係佢好重㗎，依嚿嘢係好撚重嘅，呢度有個細細嚿嘅嘢，呢個嘢好撚重啊！即係。重到你拎一拎，即係點講咧？佢個重量可能你插咗落去之後，好似你而家拎住部 Switch 2咁咯。即係佢真係咁重，佢就係咁重咯，真係好重啊！呢嚿嘢，唔知大家知唔知？佢個重量就係咁重，好大嚿嘅。佢係大嚿㗎，佢係你個手掌咁大咁大嚿嘅。當然即係我係女性嘅手掌啦，你係男性手掌可能就細少少啦。不過佢真係大嚿嘅，同埋佢本身即係佢想要做到唔知點解佢嚿嘢咁大嚿咧，可能嗰陣時科技嘅問題啦。總之插咗落去之後，個手掣成個手掣加埋嘅重量就好似而家部 Switch 2咁重咧，好辛苦嘅。係啊，半個 Game Boy 咁重啊，半個 Game Boy 咁重又咁輕咩？半個 Game Boy 咁重又唔重，又唔係真係好重啫喎，咁又好輕喎。我印象中係但係嗰陣時我係細個嘅感覺，我細個嘅感覺，即係而家可能類比翻，我覺得好似拎住部 Switch 2咁重咁樣，即係原來佢只係半個 Game Boy 咁重啊！早啊，企鵝仔早啊，係咪又要嚟抽卡啊？聽落唔會想用，係所以嗰陣時呢嚿嘢係賣唔出㗎，呢嚿嘢係賣唔出㗎，係啊，好少人買㗎，賣唔出嘅。但係佢買 game 會附送嘅，佢買呢隻 game 會附送嘅，係啦，唔覺佢有幫手，淨係覺得佢啲角度純粹上陰陽，係咪啊？牛角包我都同意，我同意啊，一個我同意啊。歴史を築いてきました。途中で係啦，咁又講下啦，呢一隻 game 就係即係呢兩隻 game 咧，就係老任做嘅，呢兩隻 game 係啦，呢兩隻 game 係老任做嘅。係啦，咁啊，去到之後咧，嗱呢隻 Adventure GameCube 嘅呢一隻咧，其實已經開始唔係老任開發噶啦，係啦，送都唔要你擺喺埋一邊咯，你擺埋一邊咯，唯有係啊，呢一隻我就開始唔係老任開發嘅外判佢開發嗰一 part 俾咗人做，我就係知道。我唔知應該點叫，但係佢開發嗰 part 俾咗人做咯，就唔係老任自己做嘅，係所以唔知係咪到底係咪唔係老任就搞唔掂嘅關係咧？隻 game 係冇咁好，即係個風評冇咁好啊。係啦，咁啊，然後咧跟住Force 咧就之後就一直有出現喺其他嘅遊戲入面啦，即係譬如大亂鬥就成日見到佢。係啦，但係你話佢有冇一隻係老任整嘅係 Star Fox 嘅 game 咧？其實就冇噶啦，係啦，呢一隻重製版係第一隻啦，算係咁多年之後嘅第一隻。老任負責發行負責發行開發俾其他工作室，係冇錯，即係好似係你當嗰陣時，即係你當呢一隻 game 同埋之後嗰啲 Star Fox 其實都係好似 Pokemon 咁樣咯。但係 Pokemon 有啲唔同，Pokemon 主要就係嗰間係啦，Star Fox 咧係周圍遊牧民族嚟嘅，你可以當佢係唔係得一間公司主要去做咯咁樣咯，係。
スマブラに参戦した摩りし天摩ましたが碌膠擺翻個，おか好げさま煩。で30年以上にわたって皆さんに支えられてきました。いいだろ係啦，咁咧其實即係跟同第一隻比，即係同第一隻加埋第一隻，其實已經30年啦，已經30年啦。遊んだことはない方もぜひ今作をきっかけにスターフォックスを遊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最後に主人公フォックスのお父さんジェームズ・マクラウドのかつての係老豆啊，係老豆啊！嗱，佢之後落嚟要講嘅嗰個動畫咧，就係講緊點解 Star Fox 依一個故事會有，即係佢最開頭其實發生咗咩嘢事，係我冇估到佢會做翻出嚟，我好開心。戦いを描いた我好開心。ある事件について本作のプロローグ映像を見ながらお別れしま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想要件 T， 我想要你件 T 咧。嗱，可能比較少人留意呢隻狗，呢隻將軍 upgrade 得好好，佢好靚，呢隻將軍好靚。啊，佢好重要，講明先，佢喺 Star Fox 嘅故事入邊好重要啊，因為佢係出錢嗰個，佢係出錢嗰個，佢好重要嘅，不過佢好少出場，係啦。但係我想講佢 upgrade 好靚，佢 upgrade 得好靚，好憂鬱。こちらコーネリア防衛軍本部。到時咩啊？你暑假有機會去日本，到時你幫我買，放心啦，我應該有近一早嘅時候會有人幫我買到嘅，我相信。応答せよ。こちらジェームズ・マクラウド。スターフォックスは現在惑星ベノムに接近中。不審な活動の痕跡は邊まだ見忽似当たらない我が、啊？何か分かり哇，老豆好型啊，老誰も足を豆。踏み入れておらぬ土地だ。慎重にな。改めてこの任務を引き受けてくれたこと本當に感謝している。できれば將軍聞こえるか？好啦，俾啲嘢你哋睇啦，可能你哋比較少發現到啦。我覺得呢個可以俾你哋睇到嘅，可能唔係大家會發現嘅嘢啦。呢度咧，呢度有兩個掌印，呢度有兩個掌印喺呢度啊，係啦，佢咧一個係大嘅，一個係細嘅。係啦，就完全係一個係佢老豆，一個係 Fox 咁樣。係啦，依家講緊嘅係 Fox 嘅老豆嘅故事啦。係啦，所以依架機呢度有個細嘅掌印，係有個 Fox 嘅掌印仔喺度，好 Q， 好 Q， 好 Q。我睇下陣間會唔會有一個更加大嘅角度可以俾你哋睇到。我覺得呢啲算係小彩蛋，我覺得可以話翻俾你哋知。通信が妨害されている。気をつけて進もう。ジェームズ見てくれ。この惑星の大気には毒素が含まれているようだ。點解格機都有個掌印？唔係淨係得 Fox 嗰兩格先有，應該係佢同佢老豆嘅習慣。啊！呢度見到啦，呢度見到啦，呢度見到啊，呢度好清楚啦。有個細細嘅，係咪好 Q 啊？好細啊，好得意啊！呢個呢度有個大嘅，呢度有個細嘅，好 Q 啊，好 Q。がやらなくちゃならない。えらい立派やな。ベノムの地表で何かの活動が確認された。ペパー将軍はドクター・アンドルフ絡みじゃないかと睨んでいるんだ。だが奴が追放されたのはもう何年も前だ。大気に毒があるならなおさら何が起きてるのか探らないとな。ドクター・アンドルフは天才科學者だ。好似唔同物種咁，唔係咯，一個係大嘅狐狸嘅掌，一個係細嘅狐狸掌印咯，其實就。何？防衛陣形を取れ。ピグマ、何をしてる？何ってわては命令に従っとるだけ。まさか初めからその気で。残念やったな。金の切れ目が縁の切れ目や。佢會撩鼻屎原來隻豬。今日嘅真係好托緊表，係啊，我都同意，我同意。今のはドクター・アンドルフ。
擋咗佢，幫 Puppy 擋咗。幫佢老豆幫 Puppy 擋撚咗嗰炮。応答しろペッピー。聞こえるか。もう高度が保てない。ペッピー早く逃げろ。ペパー将軍に報告してくれ。お前を置いてはいかん。阿豬係壞人嚟㗎，阿童。ペッピー、フォックス頼んだぞ。我打都冇數，但係佢好正喎，佢冇撩鼻屎嘅喎。我打冇數，我老豆正啲啦，梗係點會覺得佢點會覺得隻豬㗎？隻豬咁壞豬，人哋豬八戒嚟嘅啫咁樣。阿童見到自己，但係即係點講？隻豬佢壞起嚟個樣又真係幾過癮嘅。用我講嘅話，佢個樣壞起嚟嘅真係幾過癮啦。同埋佢會瘋狂追住 Puppy 嚟打嘅，好笑㗎。喺64嘅版本度，阿童見到自己，頂你啦！係啦，咁啊。嗱，咁呢度有講啦，93年、97年、02年、18年、26年，係啦，已經咁多年啦，係啦，到你等有生之年啊 ，Hugo 總有啊，總會有嘅，我諗啊，感覺到隱藏同隱藏劇情嘅氣息啊，係咪好想玩？好想玩啊！好傷害呢啲説話，邊啲説話好傷害？邊啲説話好傷害？邊一啲？邊一啲説話好傷害？邊一句啊？Alex 係邊一句啊？我想問啊，唔好意思，呢個係SAO 個 live 後邊。當時の捜査官係啦，所以我覺得，即係我真係好中意 Star Fox，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即係呢一個台我點樣都要開，呢一個台我點樣都要同你哋 share 呢一件事啊！感謝 J Ho Circle 嘅 follow 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感謝初見啊，你好啊，應該係笑隻豬撩鼻屎嗰一句吓，有幾傷害啊？佢係真係有撩鼻屎話望撚住個鏡頭撩添，仲要好似如花嗰啲 friend 咁樣，如花。最好大佬，咦？邊個啊？你哋叫佢大佬嘅是誰？兩隻 game 都快10年，唔緊要，我都10年啦，總有嘅 Hugo， 我覺得總會有嘅。你好乖，等 Pokemon 幾時到你嘅風波，總會有啦，總會有啊！阿妹成日提起你哋，所以 follow 下。阿妹係邊個啊？邊個阿妹啊？成日提起我哋，是誰？係啦，咁啊。Sony 哦，鬼，OK，感謝你，感謝 follow，係我而家喺度發緊呢個 Star Fox 嘅廚，唔好意思，你一嚟到就聽到我喺度發廚，係因為實在太開心啦。今日講下啦，佢今次個 direct 咧，佢係發布消息話要出 direct 啦，10分鐘後咧就開始啦，咁樣跟住咧件事好好笑。跟住大家就話睇唔明老任呢一次嘅操作係咩概念啦，係啦，因為即係你話哇有 direct 啦，1日前公佈我明啊，係啦，好啦 mini direct 啦，你朝早公佈夜晚就開始啦，我都明啊，點解 Star Fox 嘅 direct 係10分鐘？10分鐘，好好笑，我都睇唔明呢一個操作係發生緊咩事，我都唔明，係啦。但係我一起身見到部電話就出現咗 Star Fox 嘅通知，我好開心，咩啊？我都係畫畫，我唔係畫畫啊，我邊係畫畫啊？鬼畫符我就識，畫喪屍我就識，將大家肢解我就識。我呢隻喪屍邊識畫畫唔識畫畫咩啊？錄音我喜歡，喜歡錄音就是我中意吹咩咁樣，笑死，係啦，總之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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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喺邊啊？喺邊啊？喺邊度啊？ある事件に唔係喎，去到後邊啊？唔係喎，唔喺度喎，喂，去陸邊啊？奧の唔知去邊度，我唔知嗰個畫面喺邊度。我想 show 俾大家睇佢幾時發售嗰個畫面。就知6月25號啦，唉，就知6月25號啦。肢解完可唔可以砌翻埋你先？你自己砌自己，出個阿童立牌咁樣，係啦，跟住仲要咧係盲盒抽嘅咁樣，將佢啲身啊、頭啊、手腳啊分成唔同嘅 box 入邊咁樣，叫大家自己抽啊！你可以買到翻去，可以組合翻埋佢，笑死！係啦，阿圖就零零舍舍，唉，送俾你啊，送俾你咁樣。邊個會想要我寄俾你？我即係話郵費寄俾你咁樣，黐線，笑死！掛台先，感謝掛台，感謝 follow 嗰隻初見，感謝掛台，感謝。係啦，總之6月25號咧應該會有台啊，各位。OK， 6月25號啊。飲啖水，好開心喎！真係好開心啊！我係特別係老飲，即係我成日都話老飲執翻自己個親生仔，呢件事係令我最開心嘅一件事啊！但係7月23係咩日子啊？牛角包7月23係咩日子啊？7月23老飲有啲咩特別啊？Splatoon 就其實我唔係跟開 Splatoon。我唔係嗰啲 Splatoon 第一日出我就要玩嘅嗰一種人嚟，所以Splatoon 咧係興趣範圍入面嘅嘢，但係佢即刻出我就會玩，就一定冇 Star Force 咁吸引，冇牧場物語同埋冇符迷工房咁吸引。講真嗰句，即係真係要我講嘅話，不過其實牧場物語我有時候都會唉算啦咁樣。咩啊？你連精品都出埋喎？原來唔係出精品嗰個係鳥葉，唔係我啊！只係佢只係經我個組織出，即係我哋個組織出呢個精品，但係畫嗰個其實係鳥葉嚟嘅，不是我。對，我係幫手做宣傳嘅嗰 part 咧，可以咁樣講咯。係，所以唔太算係。但係講真，我自己中意嘅嘢我都唔一定會出精品。講真嗰句，即係譬如我中意 Star Force 到而家都冇出過 Star Force 嘅精品。原來係阿葉啊！咁到時阿葉開台打，佢都冇 Switch 2。呢個時候要講，佢都冇 Switch 2。牧場依家都係睇定啲先。牧場嘅話，我通常就唔係睇定嘅，但係我通常買二手係真係嘅，因為你要開隻牧場物語 game，其實你會花好長時間啊嘛，即係花嗰個時間太多咧。所以我有時會比較少去點講呢？即係比較少去即時會追咯。但係符文工房我係會嘅，講真嗰句，我會想咯，會想追。不過話雖如此，其實龍之天地我都未玩晒。又係要玩好耐咁樣，啲劇情要慢慢揼下咁樣。總之又係之後突然間身痕就會拎翻出嚟玩啲 game 嚟嘅，係冇錯。揾人送俾師傅，比起呢件事，佢應該要換咗部機去畫畫先。以前都會手畫，直到嗰次垃圾自動機。牛角包橄欖陣係令人最生氣嘅嗰一陣時，係咪啊？最生氣就係橄欖陣，我同意啊。好啦，咁啊，所以開心，真係開心，記咗一世。これが
本作のゲーム画面葉哥早ステ啊，ージ構成はそのままに葉グラフィックを大幅にパワーアップ哥好靚啊畫面，畫面好靚啊！スリッピー突っ走るんじゃない。キャラクター同士の掛け合いも健在ですスリッピーテッキが後ろにいるぞ。でも今は手が離せないよ。我同埋到時我應該，如果可以揀，我會玩日配啦，係啦，我會玩日本配音嘅。如果有得揀嘅話，做乜橄欖新戲？講緊牧場物語出咗一隻 game 咧，叫咩橄欖鎮，曾經係啦，咁啊，然後嗰隻 game 係咁多代牧場物語以嚟最垃圾嘅嗰隻牧場物語。最垃圾嘅嗰隻牧場物語係啦，即係佢係一隻即係牧場物語，其實係即係算係溝女 game 啦。咁佢就將最好睇嘅立繪就刪走咗啦，跟住剩低，然後剩低啲個 3D 又唔係做得好特別好睇嘅 3D 喺度啦。跟住之後咧，啲人嘅語音咧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句，都係嗰幾個字啦，跟住都係嗰幾把聲啦咁樣啦。然後佢咧另外最令人嬲嘅就係咧，佢不停咁整一嚿嗰啲工廠咁嘅東西啦。佢一部好似自動販賣機咁樣嘅東西嚟嘅，有啲似咁嘅嘢啦。跟住之後咧，就成個牧場咧就成地都要係嗰啲自動販賣機嘅東西咧。跟住之後就要大家去先至可以 upgrade 到你要整嘅嘢啦咁樣。但係咧就可能一個地下就要10零20部咁樣，即係10零20部都已經算少㗎啦。可能50、60部咁樣你先至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啦，咁樣，然後結果你成塊地都係嗰啲自動販賣機啦，成個工廠咁樣啦，垃圾 game， 垃圾 game，跟住啲女角又唔係靚女，又算唔上靚女，我都唔知你想賣啲乜嘢咯，真係咁咯。佢係一隻咁廢嘅牧場物語咯，就然後因為呢一隻牧場物語咧，就導致到整呢一隻牧場物語嘅嗰個人咧，佢走咗佬。係啊，佢走咗路，係啊，佢即係俾人屌鳩咯，喂，整埋隻咁垃圾嘅牧場物語咁樣，仲話你識整 game 冇搞撚錯啊咁樣，跟住之後就俾人插撚到飛起咁樣啦，然後本身喺個 Twitter 話自己係牧場物語嘅主要開發人員咁樣啦，跟住之後即係總管咁樣嘅東西啦，跟住之後就即刻刪咗呢句説話啦，然後就講自己只係個 sales 啦，咁樣笑死，係啊，尼奧早啊，尼奧咩未收啊，喂阿桑早啊，真係好嬲啊，真係嬲啊！阿蔡早啊，阿樂早啊，嗰次真係嬲到你仆街，係啊！跟住因佢橄欖鎮呢一次嘅失敗咧，就亦都我覺得係亦都導致到後面嘅死啦！之後嗰隻風之市集嘅成功，我覺得係咁樣咯。頭先係咪有人要轉盤啊？邊個要轉盤啊？